众朋友，早欢迎收看5月2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国内疫情。第三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的天狗热病例，是比去年提早3个月出现。因为国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也是出现头一个死亡病例。另外，为着要防范伊波拉病毒，咱的外交部已经针对民主公国甲乌干达来发布红色的旅游警示。南部最近天气热，黄霜雨来，炭白蠓也开始多。高雄23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天狗节，是一个60几岁查甫人。去年是到8月才标出头一个，今年提早3个月。就惊疫情拖开，疾管署紧急发出医界通函，提醒第一线医疗人员加强戒备。除了本土威胁，大白入境也要注意。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总共有63例的一个境外移入的一个个案。那这些境外移入的一个个案呢，如果有造成一些传播的话，就有可能会变成本土的一个个案。除了本土天狗节，国内脑膜炎也出现头一个死亡病例，是中部一个60几岁查某人。5月7日发病，过当天就不幸死亡。疾管署提醒，脑膜炎初期症头无介明显，有慢性病、免疫功能较弱的高风险族群，都要加注意。致死率最高可以达到40%需要及时的给予抗生素治疗，才可以有效的这个控制这个病情不然的话，它这个病况可能会变化得很快。像我们这一位个案那这个有这一些症状的时候，就是隔日就不幸的过世。另外，公告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伊波拉的感染继续在传，外交部公布2个国家旅游警示变做红色，建议民众莫搁去。在外交部这边的话，目前这2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除了大众爱加强防护，公家机关也爱带头做。桃园市卫生局表示，6月7日开始，若有发现积水无清的内底渗水区，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至15000。记者综合报道。这民主公国甲乌干达的伊波拉病毒是拖得真紧，因为目前无核准的预防射会当做，而且当地民众是对病院公卫人员无介信任，致使这防疫是愈困难。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这个伊波拉病毒传的速度是已经超过应对的速度啊！目前民主公国的怀疑病例已经超过900例，死亡的超过200人。民主公国东部的这间教堂来做礼拜，民众有会洗手挂水烟，不过现场大部分的人拢无挂水烟，而且教堂内面人真济拢无保持距离。根据非洲 CDC 顶礼拜公布的消息，除了民主公国甲乌干达，即马伫非洲有10个国家强被发生感染。Aujourd'hui, il y a plus de 700 cas suspects en Ituri. Habituellement, quand on intervient sur les épidémies d'Ebola, on intervient dès qu'il y a quelques cas, mais jamais 700. 这边感染的伊波拉病毒株是致死率差不多50%的本地布胶，跟2007年也个2012年的病毒株无同，即马也无核准的疫苗会当做，而且当地民众公共卫生知识无够，而且各种物资拢真欠，才互病毒伫短时间内传开。na efona kwanza mingi sana asubuhi ya leo. Obi kuna mwanga Ebola kuba wese njo nyie sasa si hapa kuwese yetu usiku batamwanga bato yote banakuwa kusema tu ya kwamba magonjwa iko, lakini tuko nakutana na maresistance na bengine wanapenda hata watupike majiwe。内政加欠缺公共常识是这边伊波拉上互人头疼的问题。即马伫民主公国东部有2座治疗中心的布棚，互人放火烧。另外，周边的尸体有高度传染性，袂用挖滚，因果所有家属来抢尸体，所以军警伫咧边的附近对地顶开枪赶人。有一寡边即个若有布棚无围篱，定定发生攻击事件，所以有真侪隔离的患者心力会惊逃走。要检验结果出来。迄个逃走的病人内面有人确诊。Donc 18 malades qui étaient suivis en isolement se sont volatilisés pour la communauté, dans la communauté. Donc c'est encore un grand risque. Il faudra mettre à pied d'œuvre les moyens pour les retrouver. 世卫组织公布的数字，公告通报的疑似病例已经超过900件，死亡有220人。不过实际数字将会比这较悬。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公开承认，应对的速度已经赶不到传染的速度，和非洲疾管中心真不满。If this disease was in the US or in Europe,
the medicine and the vaccine will be available. 为了要甲当地政府加强合作，赶紧控制传播链，谭德赛26日亲自去公共民主共和国视察。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来看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昨和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德嘉，也有双方的高层到店来接饭。黄仁勋嘛讲，目前 Grace Blackwell 的生产进度正顺利，有真侪新的晶片都已经开始生产。针对台积电敢有法度满足回答的产能，魏德嘉表示讲已经尽力啊。黄仁勋嘛学了魏德嘉是好朋友，两个人搁招待收伫咧餐厅外口的民众甲媒体食物件。另外，针对着今仔日回答要伫咧北树科举行总部专案的启动仪式，台北市长蒋万安嘛表示讲，要甲台电来讨论临时变电所，上近2天内会完工。而针对着台湾的电力问题，黄仁勋是强调，若无能源，经济就无法度成长。未来要伫咧北树科发展 AI 的产业，台电也已经伫咧附近咧规划文林变电所。行政院长邓英台甲经济部长金bình興拢表示讲，因有算过，咱的供电无问题。Taiwan's manufacturing growth is so strong, and the demand for Taiwan's chips, computers. And also, Taiwan needs to build AI data centers, and so Taiwan needs more energy. Thank you. Okay. Without energy, there can be no economic growth.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湾第3天，受访问时阵回应台湾能源议题，强调台湾制造能力真强大，毋过若是无能源，就无法度实现经济成长，也有算力需求真悬的时代。台湾的能源基础设施刚准备好势，阁受到关注。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稳定供电的议题，因为北市科4科位啊已经有的变电所设备容量已经挖近要把定。台电表示，为了因应未来 AI 产业入来，已经规划起新的文林变电所来挡长期的需求。目前已经有足侪摆协调会议，等咧请台北市府确认土地提供的问题。如果文林变电所完工，会当提供18万千瓦。第期是用临时变电所来应对，不只个针对产业用电是毋是有够额，是毋是会当阁提升整体供电量呢？中央嘛挂保证用电无问题。今年大概就有4部的机组要并联，一部机组大概130万千瓦，大概就是一个核电厂的一号机。台电也一再的经过缜密的计算，到2030、32年前，这个用电需求是没有发生不足的现象。核管法之后的传统核能电厂，我们也进入到实质上去审核的状况。行政院长杜英泰主动讲到核三厂停放的进度，目前已经进入核安会，针对台电送的自主安全检查，也佮有再运转计划，拢正咧进行实际的审核阶段。佮强调电力的问题，政府有多方面进行，也拿台湾对全世界产业拢有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几日受到太平洋高压，也有西南风的影响，大台北地区、中南部的内陆，也有华东、唱国，这温度是直直升悬。气象署也继续针对全台湾13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的警示。会当看到，尤其是台南甲屏东，拢是红色的灯号，有可能会出现超过38度的极端高温。各地气温普遍有32至36度，部分的所在会超过37度。请观众朋友要注意预防着山。另外，目前菲律宾的东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今仔日就发展做今年第6号的风台强密，如果拜5会增强到中度风台等级，后礼拜1、拜2会上接近咱台湾。我来看到台南大唐中英酒店是发生有可能是食物中毒的事件，有来自台北的旅行团，其中12个人是出现走白的镜头，卫生局是已经派人去到饭店来稽查。不过，这业者表示讲，迄暗当中有205个人伫咧饭店食饭，目前敢若一寡成员身体出问题，不过因嘛会来配合调查。
街仔顶一个吊大堂，台南市立病院2人早起8点半，连续赴3个查甫、9个查某、12个台北的旅客来挂急诊。伊是2个带入去大堂长景酒店的旅行团团员，迄暗抑个计长工早起拢伫咧酒店食饭，尾下刷老巴肚，敢若是食物中毒。大部分的症状都是上吐下泻，那医师经过处理之后，也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是食物中毒。那所以我们有请我们的港控也介入去了解。做适当的裁剪，也通报我们的卫生局。旅客经过治疗，身体有较好，坐游览车继续旅程。实际来酒店工作人员伫咧吧台边处理食材，旅客食饭的餐厅是自助式的。酒店讲，25暗总共有205人来吃，敢若因集团有一寡旅客身体无爽快，有一寡旅客讲食饭进前身体就无啥爽快。派员前往饭店进行食品卫生稽查。包括食材保存情形、食品制备流程、从业人员的卫生管理，及环境卫生等。同时针对可疑食物环境检体共采样12件送验。卫生局派人去酒店餐厅查核现场环境，并且采样送检，做进一步的调查。业者讲会对迄天供餐的停事做自主查核，并且加强清销，也会保留相关食材漏样，加作业记录予卫生局调查。再来也会继续关心受影响的旅客，追踪因健康状况，并且表达慰问。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家长是破文来投诉，讲因家的囡仔伫学校食到这冬瓜丸仔汤，内底干那9粒的丸仔，全班拢总有30个人，竟然就爱抽口来决定啥人会当食到丸仔。这学校是解释讲，拢是业者的疏失，依照合约会甲记点。因为卫生局也要求学校要加强行政甲通报的教育训练。台中一间国小的家长伫网络抛文怨叹，囡仔25伫学校食营养午餐，当这汤是冬瓜脆丸汤，一汤汤内底干呢9粒脆丸，暗过一个班级有30个学生，这老师用抽考的方式来决定啥人应食丸仔。学校出面来说明，承认安尼方式无适当。少数比较之前的老师，他没有那么了解学校的一个规范，所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备品，而有采取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这部分是我们学校行政端这边的疏失。应该至少每个人会有1颗，这个才是正确的。那的确所以像昨天有的多，有的少，那这个是我们就是厨师在配料上的一个疏失，这个我们会再加强改进的。学校开紧急会议，各调查全校6个班级。发现其中有4个班级的丸仔数量确实无够，学校解释是团膳工厂分配流程无够精准，班级的老师第一时间也无反应。有时候比较晚一点去盛，他前面都已经没有了，他还是回来跟我们讲说那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啊，反正这一餐没有事，下一餐也一样有的吃啊。我们应该是在解决问题，然后要去思考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请厂商给出一个合理的方案。厂商表示，都只使用化的方式来分配，次数分配无平均，未来会加强相关的训练。学校也强调，中昼长拢备份，若发现数量不够，拢应第一时间来补充，没有吃未饱的情形。支付了后，间接调查要求老师供餐的数量到流程的控管。教育局高度的重视，已要求学校加强行政及教师午餐供应流程、教育训练，避免类似情形再度发生。市府表示，115学年度开始，会增加扩大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将设立各种小学生也读的收费对象。未来会将供餐的流程管理列为加菜重点，为源头来严格把关。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总统要召开国安会议，说明应对小组坏对策。除了公布0到18岁成长津贴细节，产假嘛要延长到12礼拜，陪产假延长到14天，由政府编预算来补贴企业。再来看中国时报，台股2月总市值已经达到4.95兆的美金，已经超过印度，成做全球第5大市场。主要拢是台积电甲 AI 发展的带动，显示全球的资金即马拢开始转向台湾甲韩国等等。落尾是自由时报，有一个查甫人号做黄振钦，涉嫌替中国来吸收咱的阿兵哥收集军事机密交予中国，原底互判无罪，经过检方上诉，台南高分院经1审是甲判7档的刑期。
再来看到该引发特别股涉嫌违法食钱的绝对能源集团，社区的负责人等等这个人，去年底去互起诉，检方追查落去，佮发现讲因是涉嫌用家己创立的虚拟货币骗人去投资，上无有1570个人受害，违法食钱57亿遮济。即马北检是已经甲因10个人起诉，建请法院就来判刑8年至20年。北方区提扣起来，查起北检来新闻，绝对能源集团社区的负责人，继续发现特别股非法供钱2亿外，已经伫去年互起诉，求刑18年以上。即马佮互查出涉嫌以虚拟货币来供钱，北检26是以涉犯诈骗条例定罪，第2摆起诉伊在内定10个人。检察官依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8年至20年以上之重刑。检方调查绝对集团是设叫做 Define 的去中心化借钱平台，伊家己创的虚拟货币 EGT 币和 TBT 币做交易的目标，公司会当自动配合借贷需求，请投资人买币来放贷，公司上悬会当得到1个月利息7%的高得利，招揽至少1570个人加入，非法共57亿2600多万，结果说是骗局。是因为就是亲戚的关系，所以才选择相信。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是业务又联系不上，然后看新闻才知道他涉嫌诈骗，已经被羁押，所以我才开始意识到说，我可能也是被诈骗。因为相信亲戚伫短3个月就投入200万，但是平台煞伫去年8月无预警停止运作，若是利息无啊，连本金嘛摕袂转来，互使小者是国气国无奈。检方查出本地这涉案的集团是用后金补前金的方式勉强维持营运，甚至甲被害人的钱摕去买路厘、特殊的汽车和换作泰达币来洗因犯罪所得，即马拢互申请没收。常见的比特币、以太币跟泰达币这些币这是正常的，但是还是要经过合法的那个虚拟货币交易商，连听都没听过或者网络上查不到这些合法的币商有交易的虚拟货币呢，都是非法吸金的一部分。就算是投资定看到的虚拟货币，亲像是比特币、泰达币等等，拢同款是有风险，各免讲是来路不明的虚拟资产。即马被害人嘛已经组成自救会，一寡已经提过，会来追究刑事和民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国外，比利时26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有一台载19升的校车是驶入去4机动，已经放落来平交道，去互火车弄到造成4个人死亡。目前排除食赌也是食酒驶车，详细事故原因也搁来调查厘清。一台白色校车去火车弄甲严重变形，调查了已经拖入去现场。比利时检方表示，若照目前的证据看来，意外应该唔是食酒，而是食毒驶车所造成的。The train driver tested negative for alcohol and drugs. An autopsy will be carried out on the body of the bus driver to establish a clearest picture fo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accident. 这件火车弄校车的事故发生伫比利时北部布根豪特，当地时间26透早8点过。校车车顶载7个特殊教育学生、1个随行人员、1个司机。事故造成49岁司机、27岁随行人员，甲2个学生有4个死亡，5个人受伤。火车顶大约100名旅客疏散，无人伤亡。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指出，可能平交道的管啊已经放落来啊，这台校车佮冲过，才会造成意外。What we can tell you, because we have a technical camera installed at the level crossing, is that at the moment of the impact, the level crossing was closed. So that means the barriers were down and the red lights were flashing. So we are trying to understand why the minivan was still going ahead.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condolences to everyone involved in this tragic accident. 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当时火车时速120公里，已经救车挡啊，也是甲校车弄到15公尺外电台所在。其中有牵涉到人为疏失，检方已经开始调查。比利时首相德威福、后面这位会主席冯德莱恩拢对这件意外表示哀悼。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韩国首尔市中心有一座长咧拆除的高架桥是熊放落来，有6个人走马护航跌着，有3个死亡，3个受伤，这也造成首尔站到新村站之间的列车要暂时停驶。
有60年历史的西双门桥架桥，捌是软过首尔市中心的主要道路，但是因为安全出现问题，这条高架桥去年放列入市府的铁路计划内面，但无想到到伫时间已经要到城到上尾的时阵，竟然发现桥体绑起的意外，得到下骹当地作业的人陷车。 지금 추정으로는 작업 차량으로 파악이 되고 있습니다. 서대문구청 차량 맞습니다. 相对表示，这个工地伫日透早作业的时阵，就已经发现高架桥的两边有2.9公分的落差，而且还有一边是持续一直流落去。因决定暂停铁路作业，等专家来查验。下晡2点，相关人员去帮条下骹做安全检查的时阵，大条雪熊熊放落来。 철거는 상부 수하구하고 거더를 결단한 다음에 거대한 수하구를 일체로 수로에 들어 올려서 동점 화재장에 갖다 놔서 거기서 화재에서 관수시켜서 드론이根据这些专家研判，这时间现场才有可能是无遵守标准作业定数。走落来调查的方向，会可能伫个干部因为赶工无去注意相关安全细节，也是有发现疏漏但是无随报告的状况。这个事故嘛造成6道来的石头，去落到下骹经过中央线铁基路顶悬，造成韩国铁道公社暂停首尔站到新村站之间列车的运行。公司新闻有牵和洪如梅台北首尔连线报道。 伊朗的代表团去到卡达，和卡达的总理来讨论美国和伊朗可能停战的协议细节。不过，同一天，以色列是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因为美军嘛是对伊朗南部的飞弹基地来发动空袭。安尼，中东的局势搁变紧张，外界就来关注，敢会去冲击到和平谈判进度。 以色列第1个暗时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新一轮兵力空袭，首都贝鲁特南部的居民紧急撤离，造成严重塞车。以色列电视台报道，美国可能支持以色列对真主党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也伫2号证实，美军攻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附近的飞弹发射基地，鼓吹飞行要伫荷姆斯海峡爆射坠落的船只是防御性攻击。 同时，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甲外交部长已经到卡达首都杜哈，来甲卡达总理展开密切协商，决定可能甲美国达成停战甲解除封锁协议细节。这班谈判重点伫荷姆斯海峡通航权，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甲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 日本日经新闻引用中东外交人士的报道，美国咧甲伊朗拟定的和平空间，包含停火协议达成差不多30天了后，开放荷姆斯海峡，伊朗会将伫30天内清除海峡的水雷，方便各国船只自由安全通过。 美国总统川普是伫2日表示，希望将中东和平协议、亚伯拉罕协议纳入美伊谈判内容，也具沙特阿拉伯、卡达等保安国家甲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根据了解，川普进行甲中东真济个通电会，讲到这代志时阵，各国领袖拢点点。伊朗外交部发言指出，虽然双方伫真济项议题顶悬已经共识，不过离正式签署协议，犹原有一段距离。 另外，伫甲美国、以色列战争内底，伊朗断网络将近90天了后，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斯吉安已经下令会重新开放国际网络连线。 不过，安那连线甲什么时阵连线具体机制，目前犹原还未清楚。这几个月，伊朗参加世界杯卡球赛资格备受质疑，因为主办单位之一就是美国。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总统雪恩鲍姆2号表示，战争爆发之前，伊朗对原本计划伫亚利桑那州土桑再结婚基地，不过即马局势是真紧张，伊朗对下山所在。 La selección iraní va a jugar en Estados Unidos. Creo que tiene 3 partidos, ¿no? Son 3, ¿no? En la primera eliminatoria. Entonces, los 3 partidos de la selección iraní son en Estados Unidos. Estados Unidos no quiere que la selección iraní se quede a pernoctar en Estados Unidos. Nos preguntaron, pero sí van a jugar los 3 partidos allá. Entonces nos preguntaron, ¿pueden pernoctar en México? Y dijimos, sí, sin problema, no tenemos ningún problema. 雪恩鲍姆表示，伊朗对3场世界杯比赛拢会伫比赛当日环境通勤去美国。伊朗按算伫6月15号伫洛杉矶迎战纽西兰，6月2日伫洛杉矶甲比利时拼输赢，6月2日伫西加图甲埃及交手。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辑。国际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美国华盛顿州日有一间做纸厂的化学品厂造发生大爆炸，至少有10个人受伤送病院，包含一个消防人员。这死伤的人数到今也无法度确定。
柬埔寨警方通报有抓到6个台湾人涉嫌做网络买卖诈骗，也查扣手机啊、电脑这产品。有一位美国的记者带伫咧中国超过10天，涉嫌做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去互美国羁押。联邦调查局 FBI 指控伊写机密报告互中国，佮替人倒牵线进入美国政府来食头路。澳洲在台商务协会将举办年度澳洲日的晚宴，有超过800位的政商界人士去参加，总统赖清德冇出席。理事的时阵讲到，期待未来会当进一步来推动甲澳洲的投资保障协定，解决商定扣税问题。Beyond supply chains and trade, we are also bound together by our shared convictions on regional peace and universal values. In the face of authoritarian military threats, Taiwan has remained calm and responsible.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just ended a few days ago. So here, I would like to give a special thanks to EU for its support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Because health knows no borders. This solid support from Europe.Let Taiwan know that we are not alone. 赖清德也讲到，台湾要和澳洲伫咧半导体、AI， 也有无人机等等的关键产业加强合作，同齐来打造安全、多元、会当信任的民主供应链。因为澳洲商会理事长嘛指出，台湾得爱确保稳定的供电，已经准备好要来协助台湾的能源转型甲高龄的医疗发展。另外，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公布今年的民主合作论坛内容，重点就是伫咧民主韧性、甲 AI 假消息，也有违权扩张等等的议题。按算今仔日会伫咧台北举办，这也是头一届刷来到亚洲举行。咱的外交部是希望讲，会当透过这个论坛，加强台湾甲澳洲中小型民主国家的合作，通好为全球来贡献。Cooperation among democracies became most.Essential. 这是前总统蔡英文伫2024年到7号出席公元2000论坛演说，拜自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公布2016年民主合作论坛的内容。嘛头一摆甲论坛为澳洲刷到亚洲，5月2日伫台北举办。会选择伫台北，是因为国际局势变化，甲区域安全升温，嘛希望深化咱台湾甲澳洲民主的合作。But overall, we can see a great, let's say, redesign.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affecting, for example, Europe a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gion. So, for all those reasons, it's I think very topical and very timely to do a conference on these issues here in Taipei. 安那外交部表示，面对国际局势变化，中小型民主国家应该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威权的挑战。安那台湾加做中小型民主国家之一，伫科技甲经济表现出色。不过同时嘛，因为伫台湾政治的热点、安全问题，唔但影响到台湾，嘛牵连到国际局势。这样的活动到台湾来，也更加的彰显，不只是台湾，也包括欧洲的中小型国家，也能够互相尤其是民主国家能够互相的团结，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是1996年捷克前总统夏威夷创立，是全球重要的民主对话平台。长期伫布拉格举办年度的论坛，主办单位讲，这摆论坛主要的讨论民主韧性、AI 假信息、甲威权扩张等等的议题，希望深化民主的发展。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中国解放军进行战备警巡，竟然要把台湾岛包围起来。国军也有公布海空监控的画面。今日日本也监控到中国的解放军两侧攻击南起到西太平洋甲辽宁号联合训练。专家就认为讲，中国就是想要把台湾包围起来，传达阻挡别国来介入的信号。两者土地顶互相配合，对叫偷渡的船只年底要大选，海巡署联合国防部等单位跨部会演训，目击这件分子有无伫竞选集会期间发动恐怖攻击，然后拍算为台北港附近偷渡出境，严正反抗紧急应变能力，若要强化反渡香港，共军一直对台军事威胁，也考验国军防卫量能。
空军 F-16战机监控强机运油二十，海军昆明南市监控强南银川南。共军25下晡阁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国军一天就查到29架次强机、7只强南、1只国务船绕台。为行家来看，共军是要对台湾本岛制造四面包草的施压态势。日本防卫省25公布，共军两车攻击舰安徽号甲飞弹护卫舰安阳号进行穿过沖縄甲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去西太平洋监控卫兵，让互海上自卫队 P-34反舰巡逻机来整合。因为共军辽宁号航艦编队进行到去西太平洋，阁引起外界关注相关现份。持续运用我们的勤监侦手段去掌握它的这个活动，兼顾到军事安全还有国人的这个了解前提之下，适时去公布相关的讯息。国防部强调，辽宁号顶共军动态拢有整合。专家分析，共军想要释放美菲对台全方位包围，扩大到区域具体反介入的态势，封锁台海甚至于将台海周边去做一个外部势力禁止进入拒止的一个动作。那相对的，国防部这边就必须要将这些长期的情资去做分析跟了解。专家呼吁国军爱加强相关情报，制定反介入的应对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到，有一台上济敢若会当载8个人的厢仔车，竟然挤14个人伫内底。嘉义水上国中的篮球队是互人翕到超载相片，因为去年嘉义两家国中的这个棒球队拢捌发生车祸，造成教练甲学生的受伤。民代就来批评这学校这么危险的行为，拢无要无紧。因那县府也讲会来处罚，要求详细报告追究责任。民代伫议会质询时阵提出，有人伫第82线所翕的相片，即台8人座的厢仔车连续3排拢有侪学生，第3排学生也个敢若是跍伫咧后车厢，看就知影是超载。对，都没有汲取惨痛的经验吗？其实跟原每一个选手不是都是我们很用心去栽培的。民代质疑县府甲学校无重视校队接送的安全，车顶坐的师生是来自嘉义县水上国中篮球队，敢若是做园区无主持比赛时阵车无够，所有人拢可以坐同一台厢仔车，若拄到紧急情形的时阵是真危险。才得到我们全国国中篮球以及联赛全国的冠军，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得到亚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孩子的努力得到这样的成绩，所以这样的孩子我们更应该要珍惜孩子的安全。在车子大概可以载多少人，那都有相关的车辆的限制跟规定啊。那当然，如果你超载，那当然就是违反相关的规则。民代讲，去年县内民和国中、中和国中棒球队拢捌发生交通意外，县府拢无记到教训。尤其水上国中伫今年全中军表现真好，拢无甲因好好照顾。昨天就是剩这一步而已，所以那个教练才可能说啊便宜行事，然后就是也觉得可能女篮比较娇小。所以才会有超载这个状况。县府讲，若学校要去外县市比赛或者是训练，应该租车有专业的驾驶接送学生，这部分的预算都已经拨予学校。这边因为是伫县内跨区域所叮当，所想要准过方便行事超载，违规的部分依照相关规范处理以外，也叫学校爱提出详细报告，也会追究业务单位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去年5月，伫咧新北三甲一间国小的头前发生78岁老阿伯塞车撞到人顶，造成4个人死亡、12个人受伤的事故，这是引起社会咧关注高龄驾驶的问题。公路局表示讲，对5月31日开始要改做满70岁就要定期来换驾照，因若满75岁以上的，佫有增加爱检视，敢有头壳戆、爱困、糖尿病、低血压等等这类状况，确保会当安全来赛车。新北市三甲北大国小头前78岁姓叶老先生赛车高速冲浪放火真群，情死42伤。甲即满1年，25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结果检出驾驶操作状况包含灯向角度控制时阵，油门甲档啊踏板，路的路头无法度适度控制等，也提醒事发迄时阵，公路局针对非职业驾驶人高龄换照、体检规范无明确定定，赛车相关身心状况甲疾病评估项目，也无提供驾驶适应性医学评估指引，和体检医师来参考。目前只有评估癫痫、失智及眼疾，但是呢，我们也比较了包括英国、澳洲、
它已经对于这些疾病的评估项目，它这2个国家均都有20几项的评估项目。5月31开始实施高龄外交限制，重点包含高龄驾驶人定期外交年会，由75岁修正到70岁，为70岁开始爱体格检查合格，佮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将换驾照75岁以上，爱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无重度以上失智症证明文件，每满3年换一摆。整各方医学专业协会的意见，我们加入了这个驾驶人自我声明，有8个这一个事项，提供给医生来做一个参考。交通部强调，体检部分75岁以上增加8项准5声明，检视是否头型爱困、昏倒、糖尿病、高血压等状况，或者是慢性病。各有体检医师提供综合建议，认知功能测试，维持时间空间的正确认知，最近记忆思考能力、判断力和手脑平衡能力3项。关怀一些指引的部分，交通部以前就有出过一份了，都会这个寄给这个长辈甚至家人，就是说，你要注意家人是不是有这些相关的情况啊？我们那一份指引是并着就是说，这个鼓励自动缴回驾照。交通部说明，70岁外交限制有2年缓冲期，75岁有3年缓冲期。偏乡地区会提供一站式服务，体检讲习甲外交流程一摆完成，降低外交的成本。记者综合报道。有2个少年家伫咧城大钓鱼社的面册社团抛相片，展出因钓到一尾酷速鳝，甚至甲主来者讲是咧轻度外来种，不过这就引起网友的批评，因为这尾酷速鳝已经伫咧28公园内底超过20冬啊，而且公园也禁止钓鱼，违规爱罚3600。台北市28公园水底啊，看无真大只的酷速鳝，2人讲是完成轻度外来种的任务，将伊钓起来，煮的食落巴肚，这互定定来公园林女士讲，实在是真过分。你平常看着它那只鱼大概是什么状态？这样很大吗？很长，好像潜水艇。抓走它来吃这件事，你怎么看？太过分了呢！这样显出在台湾是饿的这个样子吗？其实，这只鱼啊，未少人至今至少伫公园超过20年。第二时28公园路自警来巡逻，告示牌啊也明确规定禁止钓鱼。如果看到来抓鱼的，你们会怎么处理啊？开单，直接开单哦。对，那这个池塘是禁止钓鱼的。那基本上就是开罚3600。第一个坑是调查酷速鳝的2个查甫人将影片上传城大钓鱼社面册社团，结果引起批评。然后2人出面回信咧表示，直接将外来种掠来食掉，无按照正确流程处理。城大钓鱼社也回信咧伫校河管理有疏失，好好是出面讲会。这件事情，请大家不要再指责成大的钓鱼社，因为成大钓鱼社也是一个受害者。酷速鳝是美洲的外来种，个性正雄，俗称国旗火箭，马食性佮威胁水域生态。去年家己一个水底发现伊将鱼啊用要食了，渔业署表示无好吃，过来也无生态技术会出现伫野外，大部分是弃用，目前人产分布影响生态都应该移除。已经定居啊，也都没有啦，它只是零星的。假设如果它有影响到国内动植物的栖息环境的疑虑的话，地方政府就可以尽为必要的这个处置啊。渔业署搁一摆呼吁，那平常无法度搁饲酷速鳝这种外来种，千万唔通撇到野外，应寻求全台水族收容站来协助，因为将这种外来种撇到野外，恐惊将家己的问题，叫做无法度收衰生态危机。记者综合报道。经政署统计，去年全台湾的诈骗损失超过893亿。伫南投，今年到4月为止，这诈骗的金额嘛已经来到3亿5千万这么多啊！在地电信业者就行入社区，来向阿公阿嬷宣导诈骗的出路，希望会当减少受骗的案件发生。诈骗案件有影是掠卖哩，嘛是引起民怨的第1名。根据内政部警政署的统计，去年全台湾互人骗走的金额，只南投县今年到4月份的总财损就3亿5109万，平均一个月就有超过8000万互人骗去，多数拢是透过手机仔来练。这有一个范例，就是台湾电力公司的，甲你讲啊，你有差那个扣无啦？你看这个网址是真的啊假？假的吼，咱拄条讲。对。
电信业者讲骗先仔手法一直咧变，毋过安怎骗拢是透过手机仔来骗，所以较会总结几啊种常常看会到的诈骗手法，到社区宣传防诈骗。会当借由咱这个讲座啊，会当来增加一寡自信吼，啊，避免会当去用骗去的机会安尼。叫你点选啊，你就不要去点选。啊，最起码如果是政府机关那个，他的不是点 gov.tw。诈骗手法百款，南投刑事警察大队嘛提醒民众，千万唔通甲有口罩的资料的手机啊、画面分享出去。若分享出去，诈骗的歹徒会当甲你的钱转出去。麻烦你摕个 QR code，啊，这个时阵我嘛看会到。唔通甲你的赖的荧幕分享，甲别人共用，户头的内底有偌济钱，你安怎操作，拢互人知影。第二个就是千万唔通甲你的账号的 QR code， 也是甲你的提款序号啊截图了传到别人。警方嘛提醒，是大人用手机啊，不管是青云人的电话，也是信息，拢爱细腻。南投在地的电信业者嘛结合社区，甲阿公阿嬷解破即马的诈骗手法，嘛宣传有疑问就爱敲105反诈骗专线，交予警方来判断。报你趁钱的好康嘛唔通相信，较袂小贪软价人。记者安修南投报道。行政院提出国民年金发售法，规划甲国民年金保底基本数调悬到5000块，已经交予立法院审议。若准立法院伫这个会期通过，上紧7月初1就会当实施。总统赖清德顶日去家己市的时阵讲，要互发到家内事的人，逐个月通领5000块。第一时间防这支条件无讲互清楚，敢是要发津贴咧？啊，若卫福部驳回。这是已经送去甲立法院要来审议的国民年金法的修法草案，要互满65岁会当领国民年金的人，一个月上少的钱，自即马4000过49块，起到5000块。就是一般大家的这个通念会认为说，那么家庭主妇呢，就是没有其他的职业保险，所以以后上路应该是没有问题。还是要视立法院的这个这个立法的进度了。赵忠良讲，目前政府总共有8大的社会福利津贴，关系弱势6项津贴，要来起23%，会当用行政命令来处理。不离个老农津贴提悬到1万，也有国民年金基本数调悬到5000，这拢爱修法，修法了后才会使发。调解立委即马有共识，有5万伫咧7月初1就会上路。在党我们来预测，应该还不至于。他除了嘴巴骂一骂以外啊，他甚至于还会再加码。若要调国民年金，赖总统进前嘛提出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一个人每个月新台票5000块，因为要因应小资女化的问题，国民党立委认为这配套不够，嘛建议爱提悬社会主体当中分育处的比例。在野党提的时候叫做没钱，破坏财政纪律，叫做排挤长照健保。那总统提的时候就说有能力负担，国家的财政是在转好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有能力来指引。按国民党团要提出0到15岁每一个月5000块的相关政策，所以这支政府即马敢是咧挂丢啊买的。若是财源的部分，行政院进前强调，这个钱唔是一届付的，会有配套措施来减轻负担。根据了解，执政团队第一礼拜就会提出完整的方案，希望政策会使伫咧明年上路。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食毒驾驶的行为是引起各界关注，警方也展开专案来抓食毒驾驶。头一天就抓到100位食毒驾驶的嫌犯。因为国民党的立委也表示讲，要提案来修法，甲食毒驾驶致死的刑度提悬到相当会当判死刑。因为行政院长杜英台是回应讲，已经请法务部甲内政部等等的部会来讨论甲研究。拄徛就来这个骑机车，随家己弄架写伫涂骹。你要去哪里？没有，你再乱动的话，就不是这样子哦。伊拉新北市中和的这个车号，这个机车涉嫌食毒驾驶。赶快是食毒驾驶，前一暗也有驾驶无爱受临检选去，伫虎林大学头前，互警察绕咧走，而且伊个互查出有7条通缉。面对食毒驾驶的乱象，警方展开全国查缉专案，敢若25头一天就抓到100个食毒驾驶的嫌犯。毒驾致死，最重也只是有期徒刑。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送出修正提案，撞死人最高判处死刑，要你负起应有的刑责。
来看即卖法规，食毒驾驶害人死去，若毋是累犯，上重是判10年。不过即卖国民党的立委表态要提案修法，要甲食毒驾驶害死人的罪犯判较重咧。无论是毋是累犯，上重会当判死刑，也扩大处罚的范围。驾驶别人的车辆，刑责加重1/2，共且乘客也有刑责，智慧防处罚。在过去刑法的规范种类里头呢，可能有很多新时代的毒品，其实是没有办法涵括在内的。那未来修法绝对不要产生挂一漏万的现象。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面对食毒驾驶的问题，行政院长邓英泰是回应，已经请相关的部会研究，在刑法并形成的原则之下，一定会提高刑罚。法务部也在建议扩大没收车辆的规定，无论车辆的所有人是甚么人，拢爱没收，也要修正驾驶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作家杨松祖的《台湾版游录》引起轰动，但国内出版社嘛宣布讲，要由台语的诗人温玉娇来翻做台文版。出版社表示讲，虽然台文出版的成本较悬，起草无一定好，总是希望读者会当用家己的语言来读世界级的作品。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台湾作家由上主创作、金陵翻译的长篇小说《台湾版游录》，摕到全球上重要文学奖之一国际布克奖。小说咧描述台湾日治时期两个女主角由台湾食好料的故事。这种消息出来，小说都袂加欠货。出版社虽宣布要加印7万本，即马出版社嘛讲要推出台文版，搁邀请甲赖总统做伙读台语诗的日会闪示作者台语诗人温玉娇来翻译。比起翻译做英文版，是互读者能理解，伊较像是一款文化上的一个回去迄个时代的一款意义。台文版伊则讲，翻做台文版，毋若是语言转换尔，更加是属于文化上的意义。出版社讲，推出台文版是济人期待足久的成果。若选择温玉娇做译者，毋若是因为女性身份通表达小说的诱路，女性甲女性之间的配合情谊，伫温玉娇起译了后，嘛得到台湾前辈的肯定。暗藏很细腻的百合情谊，所以我们当初在找译者的时候就觉得，若能有另外一位年轻女性来诠释，那就可能会激发很不错的火花。台文书在市场上可能是困难，可是它其实必须要慢慢累积，就是不做其实就没有。出版社讲，虽然台文版的成本较悬，起草也搁无定到，不过伫台湾总是期待读者会当用家己的语言来读世界级的作品。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这台湾版游录得到国际布克奖，是创下台湾文学史的新纪录。那国际媒体小侪咧报道，这本册伫咧伦敦的册店，嘛是一个着卖价空。洪认为是世界上影响力的翻译文学奖国际布克奖的颁奖之夜，伫伦敦举行。纵观台湾文学史，100年来，我们其实不断地在探问：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台湾人历经殖民政权，面临侵略的威胁，在力量悬殊的强权面前，文学有力量吗？而我始终相信，文学有力量。得奖的迄一日，英国各大主流媒体拢用头一本得英国布克奖的中文小说做主题，大篇幅报道台湾版游录。随后2天，为 BBC、纽约时报到各国主英媒体拢请我来。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是超过册本身，甚至有人问传习会议题。如果你在乎，台湾能不能继续作为我们现在有的台湾的话，这一切都是需要关注。就是不止我们要关心国际的事情，其实我们的行为到底对国际发出了什么样的讯息，这件事我们有没有意识到？然后很多时候好像没有，我可能也做得不够好。杨松祖反正免出声，因为透过伊的册，答案已经铺出来啊。朝日新闻专栏特别引用册内底一句话：世界上无啥物是凭自私的善意，搁较无受欢迎啊。记者报道，国际强权咧小演的时，咱敢有关心过台湾人民真实的感受？杨松祖金陵伫英国10天的奇幻之旅，行入去校园甲各大册店，讲台湾食米、市民史甲同性情感，一字一句拢咧传领世界认捌台湾人。
颁奖典礼翻转工，咱实际行入去伦敦的册店，发现典礼进前才补货的台湾漫游录已经红扫了了啊。I think most stores in London are sold out of it as well. 杨松子甲金陵的伦敦奇幻之旅有终点，不过台湾漫游录前进世界脚步才拄要开始。公司国际记者洪雅芳英国伦敦采访报道。来看穆斯林一年一届大代志，麦加朝觐25起鼓。虽然即马中东的战争还未结束，头一天就有超过150万的信徒来到圣地麦加，准备要来参加朝圣的仪式。不过当地这气温是已经超过40度啊！伫活动开始进前，就有超过100个人着刷。一大群人为裤仔一直咧踅中央的乌石建筑，穆斯林宗教盛事朝觐25伫咧沙烏地阿拉伯麦卡开幕。官方统计已经有超过151万人来朝圣，伫咧当地街路也看到真侪来朝圣的民众。朝觐是所有穆斯林一世人上无爱完成一届的义务，也就是爱去拜访先知穆罕默德出世的所在麦卡，完成相关的仪式，代表顺从真主，表现穆斯林之间的团结。虽然今年中东起战事沙烏地阿拉伯3月也去予伊朗攻击，不過這攏無法度阻擋穆斯林來這完成攻克的決心。بحج لأول مرة ومشاعري جميلة متشوقة إن أنا أروح في كل الأماكن وماشي ربنا يعيننا بقى。沙烏地國防部也公布影片，伫咧麥卡附近部署防空系統，萬不以若飛彈射過來，就在條水洞內，保證朝聖安全。另外一方面，因為麥卡伫咧沙漠地帶，高溫已經到45度左右，敢若是頂禮拜開幕進程，就已經超過100人着刷。官方是伫公共場所安裝水霧降溫，要數萬名醫療人員現場協助。السنة هذه وسعنا عدد الطائرات الدرون في تقديم هذه الخدمة. هي طائرات خفضت وقت التنقل من مستودعات نبكو إلى المرافق الطبية. كنا نصل في بعض الأوقات في وقت الازدحام نصل إلى ساعة ونص، ولله الحمد يعني العام حققنا 3 دقائق。沙烏地政府今年醫療系統佮新增加無人機，提升運送效率，希望來解決以前現場吊耍的人濟，醫療物資所送未到情形。公司新聞由派準編譯。在新聞的最後，咱閣再來關心各地頭氣象。北部地區27度至37度。中部地區25度至35度，南部地區25度至36度，東部地區25度至33度，一個外島地區26度至31度。繼續來關心未來3天氣象。感謝您收看今仔日公視台語台早起新聞，我是丁雅準，祝您平安順心，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